全球股市普遍下挫，紐約股市先跌後回穩。本港股市跌1004點，董建華話市民唔使擔心。經濟分析員話聯繫匯率無需要改變。歡迎收睇呢節晚間新聞。全球各地股市今日全面大幅下瀉，香港股市嘅跌幅比其他地方嘅跌幅大。恒生指數今日跌咗13.7%，跌咗1438點，收市報9060點，創26個月以嚟最低點。以指數嚟到計，係歷嚟港股跌得最多嘅一日。美國股市開市急跌之後就回升。美國總統克林頓喺10分鐘之前喺芝加哥發表演說，話美國經濟狀況係近20年嚟最好嘅，通脹同埋財政赤字亦都係20年嚟最低。今晚紐約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一開市跌40點，最多跌180點，跌穿7000點。不過喺克林頓發表演說之前，紐約股市回升，道瓊斯工業指數最新報7233點，升72點。而歐洲股市今日亦都平均下跌7%至8%，其中德國股市跌幅係8%，法國股市跌5.68%。至於英國，倫敦股市開市急挫接近1成，但係後嚟跌幅收窄，收市報4676點，跌167點。不過倫敦港股就上升，倫敦恒生指數收市報9485點，升426點。全球各地股市今日跟隨紐約股市尋日暴跌，而全面大幅下瀉。多個亞太區嘅股市都創近年新低。俄羅斯同埋以色列股市更加一度跌停板。黃日義報導。承接紐約股市尋日暴跌嘅壓力，俄羅斯股市今日一開始就大幅下挫，中午前一度跌至停板，3個鐘頭之後恢復交易，市況稍為轉定後，又再進一步下跌，最多跌近2成。而以色列股市嘅情況亦都差唔多，開始急跌12%之後，股票市場宣布暫停交易45分鐘。總理內塔尼亞胡呼籲公眾唔好恐慌，話以色列嘅經濟依然強勁。喺亞太區方面，澳洲股市今日都跌咗7.2%，係87年全球股災以嚟跌幅最大。日本下跌4.3%，亦都創咗2年幾新低。南韓股市仲創下歷嚟最大跌市，有一間證券行要求停市1至2日。台灣加權指數就跌超過半成。無線電視記者黃日儀報道。而本港股市就下跌1400點，以指數嚟到計係歷嚟最大跌市。一開始，恒生指數好快就急跌超過1000點，出市代表都嘩然。喺接近中午嘅時候，跌咗超過1700點，9000點失守，一度跌至29個月以嚟新低。大市一直冇起色。中午收市，恒生指數跌1621點，報8876點。到下晝，跌幅一度收窄，但係收市嘅時候再度回軟，全日跌1438點，跌幅係13.7%。其中以銀行、金融股跌得最多，公用、地產同埋工商股全部都跌超過10%。紅籌同埋國企股就分別跌1成半同埋1成。經過呢2星期嘅大跌市，幾隻藍籌股今日嘅收市價比起7、8月嘅時候嘅最高價位都跌超過一半。匯豐亦都跌咗4成半，而即月期指收市係8710點，跌咗1520點，比今日恒生指數嘅收市仲要低349點。行政長官董建華同埋財政司司長曾蔭權都呼籲市民冷靜，因為香港嘅經濟同埋股票市場運作都冇問題。曾蔭權仲認為港股已經跌至見底。李漢華報導。董建華開完行政會議之後話，本港股市出現大幅波動，係受外圍股市影響。佢呼籲市民無需要擔心。我相信呢個股市嘅上落暫時性嘅調整嘅啫。咁咧對前途呢應該係睇得樂觀，因為基本上香港同埋國內嘅經濟都係好好嘅。咁外圍嘅市場引起我哋香港市場嘅波動啦。呢個係一個短期暫時難免嘅因素嚟嘅。
咁啊，我哋俾市場自己機制去調整啦。咁到一個適當嘅時候呢，嗰個股市就有吸引力嘅啦。佢話政府唔應該插手干預股票市場嘅運作。董建華又重申，本港會繼續維持聯繫匯率，唔會改變。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就話，雖然股票價格大跌，但係唔會停市。我相信暫時呢個臨時嘅波動係唔需要擔心嘅，自然佢翻去見到我哋已經係見咗底。另外根本咧就係我哋好抵買嘅市場度嚟。行政會議成員錢國鋒亦叫市民冷靜。覺得香港本身咧個經濟基礎好穩健下嘅嚇，所以我希望唔好有一個恐慌性咁樣嘅反應。另外，外交部發言人唐國強亦喺北京表示，本港股市波動係暫時性，香港經濟良好，外匯儲備充裕，佢相信特區政府有能力保持香港金融市場嘅穩定。無線電視記者李漢華報導。股市再次下跌，唔單止投資者直接受到影響，一啲食店亦都首當其衝，生意少咗。黃德如去睇過。喺銀行睇住報價機嘅散戶，大部分人都係唉聲嘆氣。真係好鬼恐怖啊！個市啱得人驚嘅。2.2，我都唔識講啊！我都唔識講嘅。幾錢啊？我156啊！哇，156啊！多謝你使喎。啱到你都唔敢買啊！係咯，雖然有人想趁低價入貨，但亦有人好審慎。啲錢係等住使嘅話咧，就唔好攞嚟玩，因為佢隨時一跌到你驚咁啊！一直睇住股市上落嘅聯合交易所出事代表就覺得今日冇乜特別。冇咩嘅，慣咗見慣咗啦嘛，幾十年股票梗係咁，唔係起日跌㗎啦嘛，係嘛？不過中午食飯時間，一啲證券業人士經常聚集嘅食店門口都唔見人排隊等位。經理話：今日午市少咗1成客，就算嚟到叫嘢食都要經濟啲。日常嘅燒鵝咧就都一般都一定有㗎啦。咁嚟講咧，譬如你話蒸條魚啊，或者剩咧比較係貴些少嘅嘢咧，就係都係個客都好主動，都話今日簡單啲得啦咁樣。不過都唔係個個食客心情唔好。好開心，我幸災樂禍，我放晒啦。食店嘅負責人話：晚飯嘅生意所受嘅影響仲會大啲。無線電視記者黃德如報導。